B 站看时光代理人，一键3连哦。陈老师，听说你的模仿能力非常厉害，那就接受一下我们的考验吧。我没有开始啊，我只是在想乔玲姐的经典场面。得水，得水！哎，模仿乔得水啊！模仿乔玲。我还是觉得学的得水更像一点，把那个帮它放过来。得水，得水，得水！哎，模仿乔得水。不像，不像。那乔玲老师觉得能通过吗？你先说，你觉得通过吗？你通过吗？就是实时模仿还是说戏里的？都行吧。你要说实时模仿的话挺像的，但是你要说戏里的话好像得水不像。那他有给我他有什么 slogan 吗？模仿他吧。陈老师，对，你跟我想。陈老师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我陈老师，我这本书是不是你剪？无聊，行吗？模仿还可以吗？好，OK。那陈老师，你能模仿一下陆光吗？毕老师啊，是模仿过陆光，还是模仿毕老师？陆光啊，当然毕老是。师，我正好刚刚看过他一段舞蹈。哎，他还真看了，还是这看了。还是陆光吧。哎，这学挺像哎，是不是？把那个拍过来个，哎，我这个真的，哎，可以，哎，这个风格，可以。光，没翘过二郎腿。陈老师，哎，我论过去，不问将来，记住了吗？来吧。可以。陆光老师也通过。通过。就是乔玲姐不太好，卜老师他吧比较变幻莫测，72变很难抓到他那个，就是只能模仿，很难神似。时光照相馆，开业大吉。还满意吗？刚才的那个，我需要被请到惩罚吗？需要。需要。你觉得需要吗？那乔玲老师说需要了，那好，那我就模仿一下。好，来3连拍是吧？3连拍，你这是个动作呀？就是他3下嘛，3连拍。好，我就模仿陆光老师。我怎么什么时候有过这个动作？没有。叫你帅气3连拍。帅气3连拍，你自己了。好，走。得水，你怎么